神舟9號飛船已經同太空實驗室天宮1號分離，3名航天員聽日駕駛神9返航，預定朝早10點幾返回地面。黃清怡報導。天宮再見，首長同志們，明天見。敬禮。早上6點幾，3名航天員由天宮1號返去神9飛船之前，同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通話。之後，劉旺同劉洋先後撤返神9返回艙。指令長景海鵬仔細檢查天宮1號之後，喺6點36分最後一個撤走。實驗艙同軌道艙嘅艙門正式關閉。到咗朝早9點22分，喺劉旺手控操作之下，神9同天宮1號成功分離。神舟9號報告。神舟9號請講。儀表顯示測試完成。今次係中國第一次手控飛船同太空實驗室分離，之後航天員就繼續手動控制飛船，撤離到140米之外，轉為自主操控。3名航天員其實喺凌晨4點鐘已經起身，佢哋喺天宮1號裏面生活咗10日。撤離之前要將裏面嘅設備，包括每一個開關掣，以至每一件物品嘅擺放，恢復到入住之前嘅模樣。同時亦都要將實驗品移到神9，以便帶回地面。星期3晚，佢哋喺天宮1號度過咗最後一夜，3人都把握機會，盡情享受艙內嘅失重樂趣。而劉旺更加為大家拍攝一幅全家福，記錄難忘時刻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就宣布，神9將會喺星期5早上10點幾返回地面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黃清怡報導。